喂，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祈祷的大声，咱先来唱这首诗歌。主是酒杯，也是顶摆。主是个手我避难所在。我靠的救主是阮的耶稣，你是予我稳定家庭。主是酒杯，主是酒杯，也是顶摆。每日个手我做我避难所在，我靠的救主是阮的耶稣，你是予我稳定家庭。宣告主是酒杯，主是酒杯，也是顶摆。每日个手我做我避难所在。我靠的救主是阮的耶稣，你是予我稳定家庭。虽然经过是阴山谷，我也无惊灾害。总能主，你甲我同在，对大地高音。虽然经过，虽然经过是阴山谷，我也无惊灾害。总能主，你甲我同在，对大地高音。虽然经过，虽然经过是阴山谷，我也无惊灾害。阿妹。总能主，你甲我同在，对大地高音哈利路我。亚！咱来同齐读，下一好，来，咱来同齐读这经句来，着继续迫切祈祷，祈祷的时着警醒，着感谢。歌罗西书4章20。好，咱即马要开始来祈祷。首先，咱来做感恩、感认罪祈祷。咱爱感谢欧罗咱的上主，咱嘛爱伫主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咱邀请大家开声来祈祷。主上帝，你是主天堂的爸，我要用感谢来你的名，欧罗来你的意，用感谢来欧罗你的名。过去一礼拜，下主神的求主你来下，求主你来摇下，互阮会当听着你的旨意，听着你带阮行来道路，你是用爱慈悲的上帝，你是用爱和平、鼓有怜悯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引带，伫阮悲伤的时，你甲阮伫地；伫阮得罪你的时，你也时常用温柔的声来提醒阮。阮搁要一届将家己献予你，求你来使用，求你用信心跟照阮，予阮勇敢无惊吓，对主向前行。感谢主无停，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咱搁要来做医治甲讨棒的祈祷，来邀请主做阮每一个人的主。我爱将家己的心心灵交托予主，你嘛会使将你的手放伫心坎，也是放伫你无爽快的所在，来向主祈祷，来向主来求主来医治。咱同齐开声来祈祷。咱要上帝，我感谢你，求主你来使阮你的大慈悲，下面我过去的做超越地心灵有比听的，求主你来使阮是地来我的道，你上帝的有这时阵，你着永远辛苦的欠亏，所以我这心情啊，你着无所谓的心感觉。
保回来了，早伫阮每一个人心中，我求主赐福大风来就下，上帝是你的主啊，你将家己的性命献出，为着阮来牺牲。阮感谢你，这是阮的邀请主，耶稣加做阮心灵的主，叫阮每一个人会当答，拢交托主。阮的忧伤，阮的烦恼，也是身躯白痛，主你拢知，求主你来帮咱来医治，求主你信心甲阮伫地，互阮活伫世间的每一日拢充满望。主耶稣，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过来要为着主入来守望。咱做伙来为着牧者中级团队甲这礼拜护士同工来守望来祈祷，求主属天的气来宽bình，赐予这护士同工会当来形成义人。好，来后一页，下一页。咱要为着主来，好，咱搁要来为着校园福音的事工来代祷，求主兴起下一代少年人会当成做上帝国度的器具。咱嘛要来为圣乐事工来，搁音乐营来代祷，愿主互每一位音乐事工的侍奉的人，成做形成一人的祝福的管道，互咱开声来祈祷。现在求主，阮听见伊对位出声讲，啥物人要做工，来祈祷呀，也是信靠。啥物人要去寻上帝，你来继续来去为着这个事工，我们来打拼，努力求主你来祝福别人，去每一项的事工，这个所来有影响的每一项的事工，求主来祝福每一位上帝，这个一个人，每一位伫服侍的当中的主啊，当上帝都来当谢谢上帝，我们为着今日的敬拜。献上感恩，求你信心伫阮的中间，引带保守所有护士的同工，互阮处理所做工会当人成一人，也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思想主耶稣基督牺牲奉献的精神。既然主耶稣留的保护，是因为要救赎阮，主，阮感谢你。阮也以爱亲近你，甲你同行。阮要恳求你看顾保守校园团契的事工，呼召搁较侪少年人来入捌主，来服侍主。也求主看顾教会音乐事工甲音乐营，互服侍同工有气力，也会当透过音乐来表达阮的恶乐，透过音乐互愿大家得到祝福，感谢主的保守，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要请陈兴国同学来带阮来带大家来读主祷文。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谢，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实践，亲像伫天灵，阮的思想这变阮高负，是像阮下变高负的人，阮是阮是一切，让阮的切派的，是美国国灵因光。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请咱做伙来吟圣诗97首，救主伫坟墓内，请起立吟全首。加上多行去天国做回应者，主告我，主告我，哈利路亚，主告我，红就血变了光，耶稣我救主，三日过修康。耶稣我主，主告我对望起，大款的卡也对地见地，主告我卡也好汉是是款世，加上多行去天国做为应者，主告我。款世回报，耶稣我救主，打破坚固大路，耶稣我主，主告我对望起，大款的卡也对地给地，主告我。是是款世，加上多行去做为应者，主告我，主告我，哈利路亚，主告我。咱同心来祈祷，听阮天父至大至尊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带领阮今仔日自持伫你的圣殿，求你用信心来充满阮的心，互阮的敬拜合你的欢喜。求你听阮的懊恼，保守接续的礼拜天数，荣耀归伫你。慈悲的天父上帝，阮伫你面前，嘛要承认阮有软正，有时行为差错，得罪你，也得罪人。求你用宝血洗净阮，赦免阮的过失，互阮得到重新开始的力量。他甲众兄弟姊妹相听，服务同行。也求主，你赏赐性命的话语，暗手伫今仔日要来传讲你信心的牧者，互因会讲的话，早有信心的大权能，拍开阮的耳孔甲心肝。互阮领受真理，实现伫日常生活中。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启应文，请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后面，启应文第46篇就是以赛亚45。创造天的上主安尼讲：
伊真正是上帝。伊造地，互地有形体。伊互地坚固，伊做的毋是混沌。是要互人徛起的所在。这声，伊会安尼讲：我是上主，以外无别个。我无伫隐瞒，也是黑暗中甲恁讲。我无对雅各的后代讲，恁着伫混沌中找我。我上主所讲的是真实，所宣布的是正确。献诗，请圣乐队来献诗。所要用的诗歌是《正做阮路上的光》。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列王记下23章21节到25节。王命令全国人民讲，着照即个约书的记载，守搬过节，服侍上主，恁的上帝。对士师治理以色列到以色列甲犹大列王统治的时，因又毋捌亲像安尼守搬过节。只有到约西亚王第18年，才伫耶路撒冷上主守即个搬过节。犹大地甲耶路撒冷所有看亡的，甲当机倒头、偶像甲家族身上，以及一切可恶的面，约西亚拢甲因除掉，照大祭司希勒家伫上主的殿所发记的律法书所记载的话去做。伫约西亚以前，无王亲像伊全心全意、全力归上主，遵行摩西所有的律法。伫伊以后，嘛无有一个王亲像伊。这时，请吴刘一成师母来见证分享。师母是阳明山山后教会的牧师娘。各位兄弟，大家好早，真欢喜，因今仔过来转来咱教会来甲大家来见面。因为伫5月时阵吼，迄个庐山长老吼，伊就敲电话甲我联络啦。伊讲吼，咱教会7月吼有一个宣教月啦吼，伊讲要邀请我转来分享我的服侍。我就来讲吼，我做牧师娘吼，我都无咧讲道的啦吼，我拢咧交代啦吼，无咧煮饭啦吼。我讲阮牧师吼，逐礼拜吼拢咧讲道，那请伊转来讲吼，一定讲了真好诶安尼。如山就甲我讲啦，伊讲吼，依晨啊。我知影讲你少年的时阵吼，伫咱教会聚会啦吼，结果毅然决然啦吼，就辞掉工作吼，来全时间的服侍上帝。所以吼，你转来讲吼，已经搁较有意义安尼啦。所以我就转去，我就想讲我就祈祷安尼。上帝互我一个感动，我就感觉上帝讲，咱爱常常来宣扬上帝的作为啦。所以我今仔就搁转来遮，甲大家分享上帝的作为安尼。来，我来这个。PPT 我看一下哈，好来，我今仔的题目就是安尼，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有，哈，为咱家人出发的一个稳定的道路。我2天前哦，7月31号，就是我甲阮先生结婚27周年的日子。27年前呢，我甲阮先生呢，嘛是徛伫遮举行典礼。应该有有的人会记哩，我徛伫遮举行结婚典礼。我来看迄阵教会的，这张，看有无？好，这张，1999年7月31号，我伫徛遮，甲阮先生伫遮结婚。今仔日27年后，我嘛搁徛伫遮。当时阮结婚的时阵是2个人，27年后，咱大家约看觅。真啊，阮全家几个人？大家4个、8个，来，你来看，这张几个人？7个人，对。我有2个后生，2个查某囝。今年2月咧，我的后生吼就结婚啦，佮加一个新妇，所以我做大家。我做婆婆，若顺利咧，明年2月咧，我要搁做阿嬷，所以有8个人，所以感谢主啦吼！伫这27年我结婚的中间，我今仔转来就是要甲咱分享，伫我校园，还是伫阮的社区，还是我的家庭，充满了上帝恩典，就亲像这个经文的共款吼。来，咱来
读即个经文来偏势。来，咱来读即个经文吼，即个信息吼，咱圣经的经文吼，咱等下吼有几啊册的圣经文吼，圣经吼，咱爱大声来读，因为咱来宣告上帝的话，啊，就是咱的信心，所以上帝的话有力量，所以咱来大声来读哦，咱用华语来读啦吼，来唱。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对，过来谈这站来，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你的天父是知道的。好，所以对这个经文，就是我27年所经过的。所以我即摆伫甲遮来甲佢来分享，来简来介绍我家己吼。来，我是自细汉伫桃园出世的，所以我读桃园国小、桃园国中、桃园高中，吼啊，结果后来我就去台北读册。所以我读铭传商专，就是即摆铭传大学前身。啊，底下我的班上的老师就介绍阮去教会聚会。啊，我伫教会伫台北的教会，我就感觉迄教会人拢就亲切，啊，教会气氛嘛真好。啊，所以我就伫遐信主，我就伫遐受洗，足单纯的，我无拄着啥物困难来信主，无，就是安尼。所以我信主了后咧，我就倒来桃园。啊，所以我就想讲我来食头路，啊，我想讲嘛是爱来找一间教会聚会，所以我就来到嘉南教会。所以咱嘉南教会迄时阵啊，都是有少年的聚会，迄阵啊叫做青年团契啦，吼，青年团契啦。所以阮有差不多10几个每礼拜拜六，阮拢有聚会，啊，咧查经，啊，咧服侍安尼。啊，后来呢，我嘛邀请我的妹妹来到咱教会。啊，所以就加做凯安长老的太太，所以咱不只是兄弟姊妹，我嘛加做一家人。迄阵我嘛有主日学服侍啊，吼！啊，我即摆看到迄阵啊，我主日学服侍遐学生，即摆拢足大汉啊，佮结婚啊，对，吼！所以就感谢主诶，吼！啊，佮我看到啊，佮迄阵啊，迄个青年团契诶。兄弟姊妹，即摆都变做教会的长老啊，吼！所以我感觉足感动诶，上帝就会兴起一代搁一代诶人来为主来做工，来一代同齐来建立伊个教会。啊，除了安尼，我诶爸爸妈妈吼，伊嘛有3年诶时间来参加咱教会诶双年大学。伫因退休诶生活中间吼，互因一个充实甲美好诶。退休的生活，即摆阮爸爸拢常常咧提起啦吼。我想有个人拢熟悉阮爸爸呢，所以阮一家人吼伫教会来领受上帝恩典，我足感谢主诶。啊，过来就是我伫教会即几年吼，除了伫青年团契了，我看到教会咱的中职啊，甲牧师很忠心的服侍。迄阵啊，主持牧师就是单独向牧师，牧师娘。我看因伫教会忠心的服侍。伫我心内有一个感动，我就想讲，原来一个人一生会用安尼为主来所用，所以伫我心内有一种感动，就是种羡慕善功啦。我嘛想讲，我要来服侍主。当时迄阵啊，我就做迄个学生的福音工作，吼，我熟悉学生的福音工作，迄个福音机构安尼。所以有一届聚会中间咧，上帝都透过一个经文啊，吼，来感动我吼。来，咱来看即个，就是即个。马太福音9章35到36节，好，咱嘛是来大声来读哦，吼，来请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了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于是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尤其是第37节到38节，一共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读的这个经文的时阵，上帝咱甲甲我讲，咱台湾还佫足侪人无来信主。你敢要诚做我所使用的工人咧？伫时阵我很挣扎，因为我学电脑，我迄阵是我咧做城市设计。啊，我伫教会服侍嘛，真稳定，我生活嘛真安定。所以，毋过上帝呼召一直伫我内底。我
心望，我望我要来服侍上帝，所以我就决定顺服上帝，互我感动，我就辞掉工作，来加入迄个福音机构来服侍上帝。可能有人问讲，啊，你若无去做牧师呢？我讲我不做牧师呢，我无迄厉害做牧师呢，所以我现在就加入一个福音机构做学生的工作。当时我嘛甲当地会有牧师来讲我的决定，我感觉伊无敢是为不只是为我祈祷，伊阁互我有机会伫主日来分享我的服侍，啊，教会嘛用奉献祈祷来支持我的服侍。伫迄阵啊，我就少年的我对迄个全职服侍我阁还不成熟，啊，毋过我感觉透过安尼牧师啊，甲教会兄弟会对我支持，我就阁较知影讲啊，这就是我爱行的路，上帝互我行的路，所以安尼来鼓励，所以我较确定安尼，所以我感觉我去全职服侍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是教会规个教会差派我出去服侍的。后来嘛，我伫迄个服侍机构中间，我嘛认捌我即摆先生啊，所以我伫嘉南教会结婚了后咧，阮就去甲文化大学遐做学生的福音工作安尼。所以伫文化大学内底迄个阮就用学生的社团来办活动。咱若知影你若做学生福音工作，咱的动力要很强，咱常常拢爱办活动，来互学生来吸引迄个学生来参加。阮常常来办迄个演讲啊，迄个福音的讲座啦，还是音乐会啊、演唱会安尼。所以真正迄阵学生拢足单纯的，差不多一礼拜拢差不多20-30个拢稳定来迄个团契来聚会。啊，每年的暑假阮嘛组织迄个短宣队啦伫国内国外各个城市去遐来传福音。啊，所以咧不止安尼，阮伫文化大学了后，阮阁开拓辅仁大学甲淡江大学，所以上时迄阵嘛有8个学生伊毕业了后，伊嘛愿意来回应神啊，来加入迄个阮迄阵的福音机构来全时间来服侍上帝。所以迄阵我感觉我的迄个服侍看起来那个有一点点的效果安尼。上时我的囡仔嘛出世。4个囡仔接二连三，伫迄几年拢出世，所以迄几年我感觉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啦，我的服侍实在是真正真无闲。啊，当时咧，迄阵我嘛，阮迄个伫文化大学遐啊，我嘛甲附近的教会牧者阮就三教来有一个联合的祷告会安尼，阮常常嘛甲因来祈祷。啊，有一个主日阮因为迄天的下晡阮要去花莲，所以阮就讲就近阮就带阮就带囡仔去山后教会，迄阵山后教会来聚会。啊，聚会结束了迄牧师竟然就来甲阮问伊讲，阮先生个吴光义讲，光义哥，我想要离开即个教会啊，恁敢有想要来接即间教会啊？我讲哇，很突然，我讲阮都无想过要来接教会啦。啊，毋过迄早起阮牧师伊就看到一个经文就是这个，我家己来念就好啊。伊讲，惟愿你们今天听到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伊就想讲，我最近敢有的是什么人啊？的是上帝啊！我来什么上帝的作为我唔知安尼啊。结果阮就去迄个教会聚会，迄个牧师就安尼甲阮讲安尼邀请。啊，可我后来阮就唔是马上答应，我就转去祈祷安尼。啊，祈祷了一段时间，我就感觉这真正是上帝的带领，不只是人的邀请安尼。所以阮伫2014年啊，我就接了山后教会安尼。啊，山后教会迄间教会就是伫文化大学边仔啦。其实没有任何的宗派，一个独立的地方教会。啊，到即摆已经60几年啊，甲文化大学平平啊，共一个时间创立的安尼。啊，较济是学生的聚会。啊，迄阵差不多民国64年的时阵有几个迄个爱听主的兄弟姊妹，甲迄个教会买起来，差不多30坪安尼，像迄种家庭式的教会，啊，差不多3房2厅安尼。啊，阮接了山后教会了后迄时阵我就看迄教会安尼。
较旧啦吼，因为30-40年的建筑就较旧安尼。啊，人吼去学习有遐过哦，拢毋知影遐有一间教会，啊，就较旧安尼，啊，就毋敢入来安尼。所以吼，当阮要接迄种教会了后啦，我甲阮先生，我就想讲，好啦，咱来凭信心，咱来甲即个教会来给重新来整修过。假做一个聚会甲小组造就为导向的一个场所吼，就是恁即摆看即个吼。啊，阮就甲迄个教会整个打掉啊，重新装潢，然后呢，阮外口的招牌嘛，重新搁做新的安尼，所以规个看起来就较新教会安尼，较新啊啦吼。所以你若去文化大学哦，你应该会看到即间教会，逐个人拢有印象。所以阮是都是讲甲上帝名来高举起来，伫迄个社区内底。啊，结果咧，阮若接即间教会了后咧，迄阵啊学生哦，剩2个人尔，所以其实是。无人要去迄个教会，啊！我甲阮先生就祈祷，我想讲，一间教会不仅是学生的来聚会，应该嘛爱社区的人入来。吼，我就想讲，要安怎方式叫社区的人入来？啊，毋过上帝心意毋是安尼。结果阮迄阵啊，我就参加一个迄个穆约乌干达一个穆约翰牧师来讲的一个信息。也讲一个祷告祭坛带来国家的转化呢，给我很大的开启啦吼，我一个真大的转变。我感觉讲，互看着讲，上帝所关心的哦，毋敢一间教会伊的人数偌济尔，这上帝嘛，毋敢安尼尔。伊看到的就讲，嘛是毋敢是讲咱个人的得救尔。啊，上帝祝福咱家庭的兴旺，解决咱家庭的问题，毋敢是安尼尔。上帝叫做是全面的。全面性的，以国家为单位，每一个土地都有上帝的计划。咱华语啦，就讲每一块土地都有上帝所赋予的共同命定跟救赎性的计划安尼。所以咱来看历代志下7章14节，来，咱同齐来读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个经文就甲咱讲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敢是来是咱的，咱诚做上帝的百姓。咱若是讲前面有条件咱若是自卑的祷告来追求上帝的面，转离咱行歹的，上帝来带领咱安怎？伊讲伊要为天顶来听咱的祈祷，赦免咱的罪，医治咱的土地。所以我就看到，讲阮开始就伫教会逐工建祷告，做那个祷告祭坛，阮就先为咱家己来悔改，再个为社区中遐济毋捌上帝、拜偶像的人，阮就为遐来悔改，个社区中迄个不公不义的代志，阮嘛来祈祷来悔改。毋过毋是咱家己犯罪啊，所以咱若家常常拢来指责别人的祷告啊，毋是。咱迄个祷告就是讲，咱认同性的悔改，就是咱个亲像咱家己犯罪共款，就亲像迄个尼西米先知尼西米的祈祷咱来看，咱来读这个祈祷来。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的仆人以色列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们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尼西米先知迄阵是波斯王的迄个很重要的大臣啊，伊说伊无犯罪，毋过伊听到讲伊的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伊就心里就艰苦的，伊就想要来去回去要建立迄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伊甲上帝做安尼祈祷。伊讲我的父家拢有罪啊，所以咱的祈祷的时阵呢，咱就讲咱的百姓，咱无毋捌上帝，咱拢有罪啊，所以阮就安尼开始来为社区来祈祷，不只是为阮社区来祈祷，阮逐礼拜牧师嘛去到树林区，甲树林的牧师有一个祷告祭坛，为树林区来祈祷，搁有咧阮一个月搁一届。落迄个台北市，甲台北市的规个教会牧者兄弟姊妹建立祷告的祭坛，为台北市来祈祷。每礼拜拜2甲拜6，6点甲7点伫网络的线上
嘛有国家的祷告祭坛，为国家来祈祷。所以就安尼来建立，互我看到，咱圣洁的，咱的上帝啊，圣洁的，咱的上帝是圣洁的嘛，咱有罪嘛，所以这个罪就是黑暗的嘛。圣洁的神，圣洁的神不能跟黑暗共存，所以咱是上帝的百姓，咱起来祈祷的时阵，求耶稣的保护压看这个土地。耶稣的保护赢过嘛，赦免我们的罪嘛，承担我们的罪嘛，所以耶稣承担我们的罪之后，不过伊是即个顶来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第三天佫活，胜过迄个黑暗。所以咱来是上帝的百姓，咱安尼祈祷讲，上帝啊，我阮坐毋捌你，求你的保护来压看这个土地。上帝看到的都是耶稣的保护，都毋是咱的罪啊。所以上帝来听咱的祈祷，所以阮就安尼来为社区来祈祷，毋望迄个黑暗的权势会用撒开，互人的心会用开，咱的心迄个蒙蔽会用开，来礼拜上帝。我讲一个见证啊，我伫迄个阮伫社区有一个学校，阮伫遐嘛，我甲几个基督徒老师伫遐祈祷，为学校迄个不公义一寡迄个问题无好的问题来祈祷，阮来讲阮得罪你，阮得罪上帝。祈祷一段时间了后，真奇妙哦。迄个学校迄种长期迄种不合法的代志，是影响学生权利的代志，被揭发了。迄阵校长呢，都要提前的离职安尼，所以就互我看到讲，竟然真正上帝来听咱的祈祷。咱来邀请上帝，咱来迄个灵是咱来邀请的。你邀请上来，什么灵来，什么灵就来管理这个土地。咱来邀请上帝，来甲上帝请来管理这个土地。所以咱就上帝来听咱的祈祷。所以我来鼓励兄弟姊妹，你不仅是伫咱家来教会来祈祷，伫你的厝诶，伫你的工作的场合，伫你的职场。公司一定有足侪不合法的代志，无公义的代志，有当时咱的心会足艰苦的。你用起来祈祷，为这个代志认罪代求，敢若是像那认同性的悔改，敢若是咱家己犯罪共款。你的心会愈来愈怜悯这个人，上帝怜悯就伫咱的中间。迄阵拄好我第四个小女儿就是国小拄2年级，上帝嘛感动阮开始就行入去社区，所以阮的先生就开始参加国小的家长会，后来担任家长会长，所以阮甲迄个学校就定就较熟悉。我就看到山顶的迄个学校迄囡仔拢较少，所以伊资源嘛较少，所以阮每个迄个教务主任讲阮来办夏令营，阮每一年的暑假呢，我就替迄个国小的小朋友、国小的学生，我就办夏令营安尼。但是有一些教育的资源我就引进这个学校安尼咱来看这张这就是阮办的夏令营可能阮就用乐乐棒甲因教他们的品格互因知影。互因更较知影家己的价值安尼这另外一张，这是阮今年办过拄办的两礼拜前办的叫做多益品格夏令营，阮来办迄个舞台剧互迄个学生来学让他团队合作校长学校的老师都也蛮肯定我们所做的。阮甲今年已经做11年伫迄个学校。所以当年安尼做，伫学校的老师、校长甲伫社区的家长，对教会拢真好的信誉安尼。所以伫迄个社区内底咧，互阮搁较接触迄个社区咧，搁互阮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我想要来问大家你感觉你若听到阳明山，你会什么？你会想到啥？第一个你会想到什么？花季对吧？国家公园，养德大道旁边的什么温泉、豪宅、别墅，真的不过我搁较知影，这个社区内底搁真侪家庭，就是新住民，搁有隔代教养，搁单亲，即摆足侪家庭是安尼。伫山顶遐个囡仔，伊的囡仔定定伫放学了，伊的功课拢无人甲因教。有当时妈妈嘛是新住民嘛，若无啥知影，
所以因的学习动机就较低，就无人甲伊教。有的家长就讲安尼竞争力比较弱就甲伊转咧山下。其实我嘛有挣扎，我嘛是讲我的囡仔是毋是要转咧山骹读册，较有竞争力。毋过一届上帝就甲我光照，上帝甲我讲，上帝，你的教会伫遮，我哪会甲囡仔甲伊要想要转落？安尼我是毋是不相信上帝伫即个土地要来做工咧？那依照圣经的教示，即个所在，即个学校无好，咱就要为即个学校安怎认罪代求嘛？毋望上帝会来改变即个学校。所以呢，就是安尼，我就顺服，我就甲囡仔留喺山顶，因就读国小、读国中，以后因才落去山骹读。其实到即马，因读的学校拢真好，所以真正感谢。所以呢，伫即个中间呢，你就看到，讲阮迄个囡仔伊班上其他的同学因就是较无人甲伊安尼教，所以阮就想讲，若有机会伫山顶，咱来成立迄个阳明山关怀协会，来甲迄个囡仔因放学了，让他有人甲伊教功课，甲伊教迄个品格，互因知影讲，因是有价值的，因是互上帝来听的，因是所宝贵的。所以我就安尼来成立了阳明山全人关怀协会，来做社区的工作。迄阵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场所啦，要去来找，因为山后教会离迄个公车站牌还佫一站啊，所以囡仔入来其实是无方便。我就想讲，要去来找一个所在较方便的，所以我就伫迄个公车站牌边我就看到一栋大楼，伊下口有一个地下室，我感觉这真适合迄囡仔来遮课后班安尼。所以我就派人去来探听甲迄个厝主讲阮想要来睡伊的迄个地下室安尼。结果真紧伊就甲阮讲，伊讲迄厝主无爱租恁啦。我为虾米？伊讲囡仔伤差啦安尼啦，伊讲囡仔伤差。毋过伊甲我讲伊讲毋过迄个厝主有一个妹妹伊伫美国，伊信主，伊嘛是甲你共款是基督徒安尼。我就想讲，伊妹妹伫美国较远。我是要去来甲联络，去甲熟悉，我就毋知影要安怎做所以迄阵我想讲是毋是过来进食祈祷安尼？真奇妙！一届早起我会记礼拜四，迄阵我嘛有祈祷会。迄阵伫迄个祷告祭台迄阵有一个查某人，阮无熟悉，行入来教会，所以我就甲伊接待，我就甲伊开讲，竟然伊就是迄间厝主伫美国的妹妹，真奇妙！上帝亲心感动人，叫伊入来。为虾米咧？伊甲我讲，伊讲，伊自细汉伊就伫山后遐来大。伊伫高中了后，伊就去美国读册，伫美国信主。伊最近转来，伊就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我会用为我的故乡，我会用为你做啥物？安尼所以伊就想讲，已经伊细汉时有来到山后教会，伊嘛想讲，边有文化大学，可能咱做青年人的事工，伊感觉袂歹，所以伊就入来甲阮问讲，你即摆咱做青年迄个大学生的事工安怎？阮就甲伊讲安尼。所以阮就甲伊讲我本来要甲恁迄个屋主就是伊的大兄啦讲要甲你说恁的地下室恁大兄讲无爱安尼，伊就讲安尼好安尼，伊讲迄阵因2工后伊要去中国，伊讲无安尼，我佫有另外一个哥哥，我派迄个哥哥甲阮大兄来参详安尼，看安怎安尼，所以真紧伊嘛甲阮答案，伊讲因大兄答应要甲迄个地下室要互阮用。不知要互阮用，伊讲完全免费，互阮用。到即摆已经7年啊！感谢主，上帝亲身来陪伴。阮成立协会迄阵阮教会董事阁有一对夫妻夫妇伊嘛奉献有一笔奉献，就是讲我来成立协会嘛有一笔奉献。迄阵阁有一个大学生毕业一个查某囡仔大学生的姊妹伊讲伊嘛要。决志要来奉献上帝，所以要留喺教会来服侍。下一页来，袂记哩讲到拢。对，来，这个讲到拢袂记哩对，这就是阮迄个地下室迄个协会。
后来阮嘛甲伊整修，变做学生会用过来来写功课吼，遮就安尼吼来看看这个场所安尼。所以吼，阮嘛有一个工人，一个万一全时间服侍会要留来服侍，就是加做协会的干事啊吼，这位吼就是我即摆的媳妇，安尼。你感觉是毋是上帝足奇妙的？真正，阮迄阵拢毋知。我甲阮后生其实是因是2年前开始交往的，真正阮拢毋知。伊是一个真单纯爱主的姊妹，所以就安尼，所以真正真奇妙。上帝亲身呼召人来入来教会，这是虾米人会用做会到的？所以阮拢无做啥物，阮哪有祈祷尔？有即个社区祈祷，上帝知影即个社区的需要，所以阮就开始伫迄个社区开始即个协会的事工安尼，所以即个已经伫遮阮嘛透过迄个大学生，伊做课后班的老师，来教迄个学生，互因知影讲，有人来关心，所以即摆差不多15个学生，逐工拢伫遐，即摆有2个家庭的囡仔来加入迄个教会安尼。所以我想讲，我嘛毋敢安尼哦，我嘛鼓励迄个家长，伊嘛来甲问，我的囡仔敢爱留喺山顶读册，我讲咱来留喺山顶读册，咱来共同咱来建造咱的社区。因遐家长看到阮囡仔拢拢伫山顶读，嘛读了真好，伊嘛感觉好，我嘛来留喺读。旧年有5个国小毕业要升国中，5个内底有4个继续留喺山顶来读国中我感觉这就是上帝的带领，上帝透过祷告祭坛为这个社区认罪悔改，上帝家己亲身来做，咱就甲上帝同工就好就用向前行安尼。上帝甲咱做啥，叫咱做啥，咱就做啥，甲上帝同工。不止安尼，阮建立祷告祭坛了后咧，逐工阮先生讲安尼，阁有就是爱大量的读圣经。逐工读10章、10章安尼，我就想讲哇，10章遐济。以前一年读过1遍就袂歹啊。为咱毋过有定时咱为年初读，年尾就拢袂记啊。嘿，所以咱若读圣经一工读10章，你4个月用读过1遍，1年读3遍安尼。我就鼓励兄弟姊妹来试看觅。为虾米咧？因为咱从小到大，咱的价值观。很多的资讯都是跟圣经违背的。你若要想讲我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其实你圣经拢无看过，咱真济拢毋知。你如想要敲出上帝的旨意，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咱若定定咧读圣经，互上帝的话库存伫咱的心中，有当时上帝的话就跳出来。甲你讲，伫你的脑海中就甲你讲，你就知影这是上帝的心意，你就安尼顺服，你就安尼去行。所以鼓励大家来，安尼毋对，来，歹势，安尼，所以阮逐工阮先生后来伊就伫厝诶做2件代志，就是呢，主家庭祷告祭坛，逐工读圣经读10章。恁逐个来学看觅，伫阮厝第一个反对的是啥物人？就是我啦，我足反对的。我讲我哪有遐济时间啊？我囡仔暗时要写功课，到要祷告祭坛，要读10章，这实在是足无可能的。阮先生足坚持要做的，就甲阮讲，咱爱谦卑啦。你若无做过代志，咱来谦卑，咱来做看觅嘛。就知影有路用无路用嘛。若无路用就莫做，若有路用就继续做安尼。所以我嘛讲好啦，就照着他的话嘛，我就顺服安尼。其实就安尼做一段时间，其实迄种囡仔还细汉啦，嘛无讲10章啦，阮家己先读啦，搁教会弟兄姐妹，阮就鼓励因来读啊。你来摇看觅，伫阮搭有效无？有效无？真有效，我甲你讲。迄阵2009年阮的囡仔足细汉诶，因若要去国小咧读册老大老二去读册，有当时就是班上的同学拢会感冒嘛，伊就传染转来。传染转来就甲老3、老4伊嘛会传染着。囡仔自细汉就定定去看医生。有当时迄个肠胃型的感冒就爱吐，吐了吐规个面床，有就爱洗遐床单足辛苦诶。毋过伫阮兜做家庭祭坛了基本因拢无感冒，因同学嘛有感冒，伊拢无互传染。
我就看到上帝的保护。阮透过祷告祭坛为社区认罪悔改，带来上帝的保护安尼吼，这就是阮我伫厝诶所做的。所以我感觉这几年来中间上帝感谢主，互我4个囡仔，阮就是伫祷告祭坛中间来建立阮甲上帝的关系。因家己拢会来吹上帝，毋免阮教伤济，因家己知影，逐工拢爱读圣经，因嘛来吹求上帝对于前面道路的带领安尼，伊就知讲上帝嘛甲阮三角来服侍，伊嘛真意爱伫教会甲阮三角服侍安尼。我即摆我的查某囝大汉的就是26岁第二个24岁，第三个22岁，第四个就是17岁了，要高3啦我即摆真紧讲阮厝的见证我第二个今仔有来对，这就是这阮家庭祭坛第二个伊细汉的时阵出世的时阵脐带绕道所以迄个医生就甲阮讲，就是极重度的听障安尼。我听着我足伤心的，我就是讲上帝啊，我服侍你你为什么要来对待我？我真正足伤心的2礼拜。毋过后来咧，上帝透过几首诗歌来安慰我。伊讲，当我受特殊试炼跟痛苦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恩典讲完这4字就伫我的心中，我会感觉上帝甲我讲，伊的恩典有够用。我就甲上帝讲，好啦，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恩典有够用。所以我就开始来甲伊复健。因为迄极重度的听障，伊的助听器对伊都没有任何作用，所以伊戴1年的助听器了，伊个袂讲话，袂晓讲话。我想讲是毋是我们来学手语？不过当时有一个科技，就是人工电子耳。迄阵爱手术，手术的费用100万，无健保。100万，我跟你讲，上帝嘛是很神机式的为阮备办100万。我即摆时间无够，无讲伤济，就是100万上帝为阮备办，所以阮就开始就去手术。手术了后咧，伊开始真正有听到声就开始会晓讲话慢慢我会改学，直到伊读国小了后，伊甲正常人共款，都用去读国小、国中、高中甲大学，真正上帝恩典有够也用。旧年，佮甲备办一个爱主听主的太太，伊今年2月伊就结婚安尼，所以我来放一段一段对，一段伊所伫迄个结婚时所讲的话直接放对吧？来 PPT 是我要直接放吗？谢谢你们从小到大对我的照顾，因为我从出生开始不像其他人一样顺利。我从出生就因为在妈妈肚子里脐带勒到脖子，所以缺氧，做到氧气箱后才存活下来。之后还被诊断出有听障，但是你们没有放弃我。我也想说，你们让我看到什么叫做靠着神而活。最后，虽然我结婚了，但是未来还是有很多需要你们教导的地方。未来请继续多多指教，能当你们小孩，我感到很幸运。谢谢你们。谢谢妈妈。是不是上帝是不是真信实？伊用讲伊稳定有够也用，真正都是有够也用。所以我感觉今仔我来伫遮分享，我就是要甲大家分享，大家兄弟姊妹来鼓励咱。这个圣经讲的，讲咱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一切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都知道，咱的上帝拢知。咱来先求上帝国甲伊的义，这物件拢要来加互咱，是毋是安尼？对无？甲荣耀归互上帝。所以我感谢主即个在咱的宣教月中咱这个生活就是宣教，这就是咱的主题。宣教是咱的一生的旅程呐，毋是讲咱一个月尔。不过咱勇敢的去回应神，伫咱每一个决定，咱勇敢的做出回应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过去我一个人互上帝使用，后来一家人、一家庭来互上帝使用。我相信我后一代佫继续要来互上帝来使用。那愿教会、嘉南教会也继续诚做栽培人、差派人，祝福这个世代的教会，愿一切荣耀拢归乎上帝。感谢主最重要我就是要来分享，我有准备迄个奉献袋，我们对，这个奉献袋就是为山后教会来聚会的需要山后教会就是一间学生型的教会每年的学生拢来去安尼，所以我嘛常常拢爱对外去募款。
对。所以咧，阮包括阮牧者的生活费拢共款啦，即20几年来，上帝嘛亲身透过教会的奉献支持阮的服侍，互阮的服侍无后顾之忧。所以阮会用专心的牧养，所以我嘛期待我会相信上帝来为咱来陪伴所以今仔上帝若感动咱兄弟姊妹，咱透过这个奉献带的奉献。若你感觉线上奉献对你较方便啊，我嘛遐嘛有提供教会银行账号，互大家来使用啦所以感谢主，愿上帝来纪念咱为伊所做的。好，安尼好，感谢。咱拍破来多谢医生牧师娘，伊的见证甲分享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咱有机会去宣告，总是咱嘛看到咱的台湾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对这个囡仔少年学生愈来愈无来教会时阵咱要安怎样？咱最近读这个列王记到明仔最后一天咱看到这个对拄则咱读的圣经约瑟亚王是这个对开始到当上好的王。但是咱嘛看到伊伫16岁时阵，甲20岁时阵，甲26岁时阵，伊安怎样来活出上帝互伊信心所以我相信约瑟亚王伊要超出伊的祖先，伊的17代以前的祖先就是大必王，所以知影伊对倒位来，我从哪里来？然后伊20岁时阵，伊来拼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偶像，所以伊来做这个属灵的拼扫，讲我伫遮咧做啥物？到伊26岁时阵，伊已经知影上帝要互伊的，就是来遵守上帝话来读律法书，所以毋是家己个人来读，是带领全国来读所以咱即礼拜若有小组的分享，咱分享讲，咱若是伫教会中间无继续来做这核心的工作。学生的工作若是长去，安尼亲人无来教会，将来教会是毋是拢变做拢是老哭哭要安怎互这个亲人会当入来教会？第二个就是咱若希望咱年纪愈来愈大，但是咱会当安怎样会当继续来关心亲人，互亲人当参与伫即个校园的中间甲宣告这我相信嘛是今仔日咱即个活典部伫邀请医生来甲咱分享的。咱嘛为着咱厝内底若是有这学生囡仔甲细囝，也求上帝带领因会当进入教会热心来服侍，嘛为着咱伫校园中间，虽然咱桃园无真侪间的大学，但是咱会当有咱的隔壁有很多的高中的补习班。伫咱的桃园有真侪这高中甲这高中生咱要安怎样来引带伊，会当互教会嘛会当进入校园互这少年人会当互上帝来使用。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今日早起阮同家宜晨牧师娘，等来嘉南教会分享这将近30年伫校园的事工甲服侍，也互唤醒阮每一个人会当继续来为主做工，来宣扬福音无论阮伫达倒落做啥物款的头路工作，也互阮当将这个信仰一代一代来传承，也愿上帝来兴起后一代的这个约瑟亚王，互伊当来自细汉就来遵守上主的话，互主的话会当来引带阮。阮也继续为着山后教会吴牧师专家甲教会的兄弟伫文化大学的事奉，会当有上帝你的恩典来甲听探，会当互即个山后的所在，为来宣扬主耶稣的福音，会当互更较侪人来服侍主，来跟对主耶稣。阮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们。请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205首，过失得赦，罪得压砍，请起因全首。过失得赦，罪得压砍，这人真正有福，上帝无甲伊算不义，这人实在快乐。
请坐。这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假使讲你阁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起立。阮伫天父的爸，感谢你保守阮这礼拜的平安甲稳定。感谢你伫困难中扶持阮，伫喜乐中甲阮同欢喜。阮也为着这世界的美好甲希望，献上阮的祈祷。求你继续引带阮行正直的路，当阮献上阮的金钱、时间、才能，求主降纳。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请坐，请翠玲长老来报告。好，伫报告的大先来介绍今日的来宾吼。来，今日头一位是刘炫琪兄弟，他是宜城师母的弟弟。也是家芳长老娘的弟弟，然后过来吴恩利弟兄，就是宜城师母的儿子，欢迎你，好，欢迎你们来。好，过来，好久不见的郑牧师夫妇，今天终于回家了。好，欢迎。好，可能因为是电牧师的关系，所以今日的来宾吴佩蓉姐妹，伊是英福教会的会友，好，电牧师来。好，个陈义婷、陈义玲，伊是伊的外孙。好，两咪爱参加那个儿童主日学，10点半伫6楼。好。好，来欢迎你们。好，过来报告。好，下一页。本主日是宣教会，感谢山后教会吴刘宜城牧师娘来见证分享，来，请兄姐来继续为因教会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感谢宜城师母的免礼。伊讲前摆我看到我，讲会叫出我的名，真感动。好，本主日嘛是总会圣甲纪念主日，感谢圣歌队
即礼拜爱献2场献诗，感谢信歌弟对个辛苦。咱今仔日创作歌曲献诗的歌曲，陈牧师有介绍过吼，是咱静好机会家己创作词曲都是他创造，好有好听吗？好听吼，等下第2场会使继续听，好。过来，主日是父亲节联合礼拜，好，小组聚会甲爱餐暂停一解，但是会后每一个人会发一粒包啊，好，本主日依然有爱餐哦，是主日无爱餐哦，哈，那联合礼拜时间是几点开始？考大家，9点半，哈，周报有写。伫倒位？好，33号星等。好，下一页。好，台语朗读比赛，朗读比赛已经报名的会友，请南咪12点半到40分，爱准时来报道。你若超过时间无报道，就是视同放弃比赛哦。来，也欢迎兄弟1点的时阵前往401教室来观赛。好，过来拜3 8月5号基督会，时间是暗时的8点，伫7楼的礼拜堂，主理是陈丰盛长老，来邀请兄弟一起来参加祷告会。好，过来事奉部门的报告。拜3 5号甲12号，拜3有一个讲座，叫做高龄者消费权益。好，时间是10点半到11点半，第1点是401教室，欢迎兄弟来参加。过来夏季音乐营的成果发表会，伫即个拜5，暗时7点伫新堂来发表伊的。名字很好记哦，霸气登场。好，欢迎兄弟来参加他们的成果发表会，来支持这些小孩的学习的成果。好，下一页。好，23号，8月23号是校庆主日，有一个活动，时间是10点半到12点，地点是49号伫遮吼，来鼓励祖孙一同组队来报名。好，来报名这季的时间是8月16。好，过来要狂贺什么话？嘉南杯斗球的团体赛，嘉南 A 队。展现卓越默契跟拼劲来勇夺亚军，亚军就是第2名，很厉害哦！来，这个时阵来拍手。好，来，咱有一个影片来看一下。好，咱来甲因拍拍。
好，咱即马因请咱 A 队啊，这个教练啊，洪教练要代表因这个球队啊，来将因的这个亚军的旗啊，来敬上给咱的教会啊。好，咱多谢好，咱嘛期待咱大家当来参加咱这个教会的兴趣班，哈，拜一、拜二、拜四、拜五，哈，弄这个桌球的 A 队甲 B 队，哈，拢会当来参与啊，哈，会当身体愈健康，哈，嘛，互咱的这个明年拿冠军，安尼好不好？好，好，来过来，救鞋救命，好。旧鞋仔救命，安尼讲嘛，旧鞋仔救命的活动，欢迎邀请乡姐来参加吼，因为即马已经伫个1楼的所在已经有摆档吼，所以你会使将家己厝的无得穿的旧鞋仔摕来捐献，但是因有一寡规定请爱注意，咱是旧鞋仔救命吼，毋是。旧鞋仔害命，所以爱遵守上面的规定。好，过来少年团契、妇女团契，因伫主日礼拜结束了后，要伫新堂召开年会，甲要选举，来请亲友留意时间来出席。好，过来8月8号青年礼拜来暂停，因为大家拢爱参加9号的父亲节联合礼拜。过来，小组长演习会嘛是伫主日8月9号下晡1点到3点，请牧养同工甲储备干部预备心准时来出席。在2026的桃园平安7月节音乐会已经登记要参加要提票，请到干事室来领票。再来徐15弟兄蒙主恩召，伊伫7月27安息主怀享受90岁，愿主安慰的灵甲遗族同在。好，咱来读今日的经句来读2解，请。除了生活以前，无王亲像伊全心全意全力归向上帝，遵行摩西所有的律法。伫伊以后，嘛无有一个王亲像伊。良记下卷23章25节。再过一解。除了生活以前，无王亲像伊全心全意全力归向上主。遵行摩西所有的律法，伫伊以后，嘛无一个王亲像伊。良记下卷23章25节。请咱做伙来上吟圣诗393首，俄罗全灵稳定主宰，请起立因全首，伊是煞车弹幕书接导。俄罗全灵稳定主宰，万族庆贺感谢跪拜，历行信心国义义来，尊义上赞地高万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认证大家三个地地，互恁伫生活的中间来做上帝福音的宣告，会当将福音代代来相传，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